台东的绿岛哦，逐当拢有游客渡水。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月就办畅水味的教练培训，办过会当来提升游客安全，嘛避免破坏生态。天气好起来，绿岛水域活动大过就要来临。伫绿岛无畅水证照的游客想要挖进大海，上好的活动就是浮场，穿救生衫、挂面镜、甲呼吸管，摕着教练就当伫半浮的海中看到海底世界。依照水域游客活动管理办法规定，浮场活动要有合格证照的浮场员才会当带人浮场。为了迎应后来大量游客到绿岛浮场，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这个月特别开办编辑浮场教练训练课程，补助当地民众甲业者课程费用，有计培训30人，提供充足的浮场员服务游客。其实除了这个水域的这个训练之外呢，其实我们在这个5月初呢也会跟这个台东县政府一起合作去做绿岛的这个水域游戏活动的经营业者的一个稽查。当然对游客就多了一层保障嘛，那相对的对店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呀。管处强调，因为大量游客浸伫大石区浮场，无说伫会搭着双乌搭，即摆课程特别安排绿岛海洋生态资源保育，要求浮场教练带游客浮场，爱避开生态敏感区，和游客安全耍水，也爱保护绿岛海域生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